好，来继续来看国立的历史博物馆出版的《台湾美术史词典1.0》，收录着台湾为明清时期到2019年有关美术重要的历史。这是台湾第一本美术史词典，嘛是台湾的美术加入到国际舞台的头一步。 这100充满着历史感的作品，拢是台湾本土的艺术珍宝。台湾历史上头一本美术词典勇敢第一步正式公开。台湾美术史的词典有一点像是对外宣称，跟中国美术史、跟西洋美术史、跟美国美术史说：“嘿，我们有台湾美术史喽。” 然后台湾走向世界，更加是重建本土的艺术史。伫台湾历史博物馆甲学者共同的拍拼之下，词典记录台湾为明清时期开始的美术文化，总共有收200条的书目，经的过程上困难。哪些词条要收进来，哪些观念要收进来，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筛选的过程当中，确定了某些这个基本原则。 在经过艰难的编写作业后，这本词典汇集了历史、文学甲美术，成为台湾艺术史上重要的记录。未来嘛持续进化为2.0、3.0，然后更较侪台湾民众看到台湾艺术文化，更好台湾骑上国际美术史的舞台。